咁我以前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咧，好少會聽到其他家長講話啊，我今個暑假幫咗我個仔報珠心算啦、游水班啦、跆拳道啦、繪畫班啦、唱歌班啦、跳舞班啦，有一大堆。當時就話：你係咪黐線㗎？咁不過當我自己有咗小朋友之後咧，其實我自己心態都慢慢變咗。喺6歲之前呢個階段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嘅興趣班啊或者上堂嘅選擇裏面咧，其實係要比較花心先至可以嘅，俾佢哋見識多啲。睇多啲，咁佢就自然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啦。咁我哋唔會變咗，當佢第一個嘅時候，佢梗係話中意㗎。當你試咗10個嘅時候，佢自然就會識揀㗎啦。所以幫小朋友報興趣班呢樣嘢並唔係幫佢揀一件做咩大事啊，而係俾佢哋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嘢玩。所以我哋今年雪香園同學會咧準備咗一個興趣班放題嘅方案。我哋主要會圍繞4大範疇，佢哋就係生活應用、故事演說、藝術創作同埋趣味科學呢4大範疇。我哋就喺呢4個範疇裏面咧準備咗圍繞唔同主題嘅興趣班。咁小朋友可以透過手作啊、繪畫啊、音樂啊、講故事啊、演講啊、科學探索啊呢幾類主題去學習㗎。咁小朋友學到嘢嘅時候，同時都會增長到佢哋嘅自信同埋認知。咁小朋友有自信，升學面試嘅時候，咁當然可以做翻自己啦。因為啲群體活動或者同人溝通嘅時候，自然可以得心應手、收放自如，而唔使俾一啲坊間面試班所謂嘅題型或者一啲禮儀去規範住佢哋自己。咁樣升學咪easy job咯。